今年3月，卫福部取消病院诊所挂号费的上限，或者收费等到市场的机制，所有诊所开始伫咧乱收钱啊。立委林淑芬今仔日就讲，南部某一间病院这挂号费收6000块，会当替民众代先来安排病床。连基层诊所好兴的特别门诊呢，挂号费也爱收2000，咁会造成这好野人才有资格看医生呢？ 民众若做破病去医疗院所挂号看病真方便，不过卫福部今年3月取消挂号费限制，引起未少收费的乱象。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初伫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讲，南部某一间病院交6000块挂号费，就当优先排病床；就连基层诊所核心特约门诊挂号费嘛爱2000块，互公共医疗出现该级的问题。取消挂号费上限是你们废止的。 基本上出现那种乱象，6000元可以优先排病床。林淑芬批评当初取消挂号费限制时阵，医师司对外表示，医疗机构袂使黑白起价，会影响病人就医的意愿。若做有联合起价行为，会由公平会管控。敢讲卫福部拢无责任啊？心。挂号费还是有彼此竞争的啦，不可能说我们同一条街上。 啊，你若收较贵的话，都无人要去啊嘛。所以但公会不食人间烟火的话，这些也会造成慢性病病人他从诊所转往整体收费较低的医院来就医的情况，或者说有经济健康弱势的民众。 他因为没有挂号费的减免优惠，而造成就医基金障碍等等的情况。医改会呼吁卫福部应该赶紧查明4月到即嘛，全台湾医疗院所调关挂号费的情形，并恢复备查制度，避免医疗阶级化。区泰元嘛讲，目前健保快易通 App 无登录自费系统门诊，不过会去了解挂号费收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